友大家好，欢迎收看今日福喜来呢个节目。看睇家下个短片，大家是第呢个七十年个野球比赛已经来到第10年咧。今个新颖的初上度初六咧，到高雄个立体野球比赛从来进行，让请所有个乡亲朋友共下来看比赛。今日咧分享你今日现场个来宾，一开始来分享个系呢个历史中师母恰荣耀。大家好，我是徐生明棒球发展协会理事长谢荣瑶呀，欢迎师母，请给我看到我们是一年一期会，对不对？一期会，天来咧，有个绕强嘅系 A 呢个南气嘅一项嘅比数润卿分享。大家好，我是永晴。欢迎永晴，永晴是第一次来，对不对？对，哇，太开心了！天来绕强嘅系呢个历史阿凯分享。大家好，我是阿凯，大家好。耶，欢迎阿凯，好有活力哦，对不对？今年有咧绕墙嘅系列北气嘅一项比数中安重案分享。大家好，我是钟安，苏木尼安子岁。刚刚谁教你的？怎么会那么多句？我刚刚有偷听。其实钟安是我们的阿美族的朋友，对不对？而且我刚刚录影的时候，我就说，阿美族出美女，他说没有，你说阿美族出帅哥。对，所以师母会觉得有他在就很欢乐，对，快乐有他们在的话，就是心情会比较开朗，整个气氛都不一样，对不对？而且你看到今天的摄影棚，我们真的又缤纷，然后我都觉得好有活力，害我都想要大声讲话，没有？讲话的那个声音好像要大声才可以这样子，因为整个都颜色很漂亮。不过今天好开心哈，我们的。七十名嘅野球嘅比赛呢，都第10年了。对，哇，师母真的很不可思议耶！我们说着说着就10了。是，对啊，我的肩膀的担子可以应该是可以放下。好像因为这是当时我们的目标嘛。我当初的承诺，我就是实践。对，然后不知道会发生什么事，反正就是一年一年走，一年一年坚持，终于来到第10年。这个中间我必须谢谢太多的人，对我的恩人很多。我可以完全可以理解，因为我们每一年邀请师母来上节目的时候，师母的感受都很深。对，因为这一路上有太多双手。伸出来陪着师母完成这个使命，对不对？完成这个承诺。不过今年 slogan 也有，我们每一年都有 slogan， 我们都好期待哦。师母跟台港分享一下，分享一下今年的 slogan。今年的 slogan 呢是糟糕，10年有成，迎向未来，迎向未来。对。很不一样哦，今年10年有成，迎向未来。我们知道迎向未来，感觉上好像有留一些小伏笔的感觉，是不是？10年有成是我当初的承诺。那这个迎向未来呢？这个是不是在实践，我们就把它做一个漂亮的 ending，是都有可能的。对，那迎向未来就是一个未知数，真的是一个未知数。明年或是后年，或是下一个就是第13，我们不知道，但是我们就留一个位置，留一个机会，留一个想象，对不对？就这样吧。你看师母，对，师母就这样。不过至少走到现在就是10年，就像是师母的承诺，我觉得也真的有十全十美的感觉。我觉得因为大家都尽力了，对不对？对。好，因为凭良心讲，在座的这3位，他们的功劳真的也很大，还有我们的静怡，对我们秘书长，还有泰山，他们在后面推着我，支撑着。那这个。凭良心讲，这如果没有他们推下去的话，说着，我可能没有办法，一个人坚持到现在。虽然募款的部分是属于辛苦的另外一面，但是推动的这个手，如果没有继续推的话，我觉得我一个人是撑不住的。对，我觉得这也是为什么你们今天都会坐在这里的原因。对，大家放轻松，不用放松。对，你看师母之前有提到静怡，对，静怡之前有来跟我们分享金斗的故事，泰山也有来。不过给不你还第一拜看到永晴，真的太开心了。听说永晴也是因为到米农，对不对？然后参加那个活动才跟师母结缘。就参加，因为义拳后援会的关系。然后去帅哥，那因为后援会，然后我们去参加了美容，那时候还有第2届，那时候还有踩街的活动，对，我们就号召会员一起去到当地帮师母站虾，对，然后就可那时候没想这么多，没有，就是单纯只是跟着大家一起去玩。
纯粹就是去热闹，把那个整个活动的热闹更多人，让人家更看得到美容。对。然后第3届我们也有在参加，然后就因缘际会，想说就刚好有去帮到师母这样子。是，然后2个人又很合拍，对，可以这么说吗？可以啊，对不对？这是我常常讲说，还好我们北中安。我们南永琴，刚才那个北中安、南永琴，对，我就需要我2只帮手，就是左右手撑起了整个从北到南。公文的部分，我是真的很依赖中安协助我。很难想象中安那么了不起，哎呦，太棒了，他是不是？对啊，我心灵的导师，有时候心情很低落，都是他在开导我。反而是他在开导我，真的，这个我必须在这里讲，有医生情绪的低落各方面，他很快就察觉，就会很敏锐的小孩，很敏锐的小孩，有贴心。可是你知道为什么吗？不知道，因为我们差1天而已。啊，对，生日吗？是跟徐总，他跟徐总是差1天哦，这是真的。9月11号是徐生明生日，他12号。哇，难怪，所以他真的很贴心，对，敏锐度很高。是，是不是？你刚他给你，哎，好令人嫉妒哦！永琪，我们突然觉得有点嫉妒他们。我们2个来，我们2个来一下。对，我先打包一下。对，我觉得他们刚好坏隔空这样，对不对？放闪，对，突然把我们2个。这样，对，我知道，就像师母讲的，因为像永琪也是在行政上面贡献很大，因为他很有能力，他很强。我只能说他很强，对，他真的很强。因为南部的所有的比赛的赛事的跟所有的行政的那个区块比赛的那个区块，我必须依赖他。搞不几句筹备，交给他就对了，就是交给他。所有厂商的联络，我就全部丢给他。糟糕，我也好爱这种人哦，感觉好安心，真的。所以去年他有一点事情的时候，那时候没有他，我真的。我情绪整个拉下去，永琪，因为太害怕了，没有你，因为我真的很害怕，那段时间蛮害怕的。还好他都有交代得很清楚，找谁。我跟你讲，今天我邀请大家来，我觉得我们应该要录3集才可以，太多事情可以聊了。所以你看我手上为什么要特别一直拿着这个板子？因为这个画很有意义，对吗？这个是永琪当时。是有一个粉丝画的，对不对？然后你帮大家对裱框，然后送给师母，对吗？对，就那时候那是4亿画的啦，4亿后来也是我们前面那几届的，就是球衣的比赛的设计也是他也是都很大力帮忙，对，那也是会结成这个缘分，也是因为这个图。他会成为我们后来比赛的一些设计师，也是因为这个图。哇哦！因为他画了这个图，然后师母那时候在他的粉丝团写说他很喜欢。那时候我就想说，也没有什么，就很单纯说，那我就请4亿画一幅图，就是把这个图装框，然后请他直接寄去给师母。我那时候有私下问师母地址，然后再寄去给师母这样子。我现在挂在我们家客厅。而且挂在最重要的位置，师母一定很珍惜。对，你看这也是对，你看这也是缘分的另外一个，对不对？那时候也没想很多，就是单纯就是觉得很像自己的妈妈，然后刚好发生许种事情，她正在难过啊，给她一个精神慰藉的那种感觉。对。为什么每次我们录影的时候啊，都在讲很欢乐的事情，可是讲一讲的时候都很容易笑中带泪，然后我就要想说，这每个人都很容易。你看你钟安，你现在是偷偷笑中带泪。对，差点都要过去抱一下安可。对，真的是这样。你说亚洲黑，我觉得这就是很珍贵的一件事情跟一个回忆哈。其实不只是这样，其实刚刚说到就是永琪的贡献很大，行政能力很强。看我们紧不一天从有按挠捏有按抖给东西，其实。你可以好好帮我们介绍一下这些周边商品，因为每一次这些周边商品对我们来说，对粉丝跟对看球赛跟引雷共是很重要的能量来源呢。对呀，就是我们也会设那个柜位嘛。对，所以今年的第10届的那个 logo 大就是全部在这边，好棒哦！对，就是色彩缤纷，真的是。你看这抱枕。存钱筒，那是我们的贵宾帽，还有4强帽，好好看哦。对，我这一件衣服是今年的4强的其中，对，我真的超爱帽子，我觉得帽子好实用哦，对不对？好漂亮，漂亮。还有很轻松袋子，对，背包就是环保包，对，还有那是我们的那个
哎，对，好棒哦！还有地垫，而且看到一个很有美浓特色的纸伞，这个是不是大家都很抢着要？会不会？今年一样还是用送的，因为没有办法再美浓，对，还是用送。对，所以这个应该大家你们都有收集到吧？这个如果是我的话，我一定是用抢的，对吗？自己私下会买一个起来留，去年的就有买一个起来留。是，哇，拜托啊，对，所以你看哦，你个乡亲朋友哦，你看昨天讲的故事是才会贴到嘞，绕墙台高先聊啊，你等下常在讲。新年的送货到厝了的绕墙，所有个乡亲朋友共下来记起参与你个起生命个亚球比赛，已经来到提新年的吼，今年特别到高雄来举行哈。不过好开心哦，我觉得每次这样，我们现场都好热闹。你看师母今天又帮我们带领的这个核心团队，对不对？是很重要的左右手了都亚片。我们比赛的一个棒球的教室，我都是仰赖这一位，我们阿凯里斯，就是必须仰赖他，每一届都每一届很重要的生生力军。大家不要谦虚，师母说你们是重要的核心人物，你们就是某你得我就某发都行都压哈，真顶可以按阳你，对，你要说对就是我，像钟安就会说对就我啊，是不是？对哦，对，就会按阳你。不过我们上一段节目讲到，我们现场好多这样的一个周边商品，我觉得不要管我们是主办人还是什么，我说真心的，对球迷来讲，然后对粉丝来说，这些东西好重要。我觉得看球赛周边商品，这些是我们精神粮食因为我们买回去就会觉得我有参与，而且我有收集。听说有个收集狂在这边，也花蛮多钱的吧？你有吗？蛮多的啦，可是其实这些都是球赛的回忆啊，就不管你去到哪边，其实你只要到一个新的地方，参与一个新的比赛，其实你就会想要去收集这些东西，放在家里面就会很开心，因为你去过这些地方。那你家里有很多吗？现在？我们家炸多了，炸多的。可是我觉得这就是这种，比如说你觉得说这是我哪一年去哪里，这是我哪一年去哪里，你知道那个整个回忆就是在那里，尤其是尤其黑共你黑一个棒球迷的话，对不对？对啊。而且你看你看现场还带了好多加油棒，这也算是一个必备品。这必备品漂亮，必备啊，对，因为我们要讲的是，不管你收集什么，大家去看棒球，你看不看得懂，规则是不是很熟都没有关系，一定要喊口号，有吧？钟安有吧？你那个脸为什么有点好像不是很认同？有吗？看不懂球，你刚刚讲的很好，看不懂球，但是要会呐喊，对，是吗？我讲很诚恳啊，我跟你说没有看得很懂也没关系，对，因为有些太专业了。他们这边摸我们都看不懂，对，我们只能加油。你明明就看得懂。总而言之，我们要呼口号，你要带领一下我们要怎么呼口号吗？有口号吗？对啊，好，你应该最棒吧？我来带一个就是最基本的、最传统的黑猫，传统就好，好不好？要考验一下在座的默契，看一下你们师母说左右手是不是真心的，就看这个时候了。好，我们拿泰山当例子，好不好？好，左右手，按着左右手，好，我来1、2、3，好不好？好，1、2、3。举起你的右手，安打啦，安打！举起你的左手，全垒打，全垒打！举起你的双手，张泰山，嘿，全垒打，嘿 ，OK。结果最后是3振，什么你这个会剪吧？你真的很尴尬。你想说泰山哥抹蝶亚，结果你就按共，对不对？我觉得泰山哥今年没来，我们有帮他呼口号可是你说他3振，通常有时候都会这样子啊，球赛就是这样。不管怎样，我们就是要喊对不对？对，你是这个对不对？你是这个头号的这个大粉丝头是不是？他是粉丝头，你有他专属的吗？就他现在富邦悍将，他们现在是他自己在喊口号。你们有要配合他吗？虽然你们不一定是，我们会配合他，我们尽量我们就配合他。你跟我好像出声，让我们配合。你出声，我们大家配合，我们也喊一下好不好？可以吗？不要害羞，不要害羞。略懂啦。好，一杯杯1、2、3，左一拳呐，右一拳，安打全垒打林义拳，左一拳呐，右一拳。富邦神拳林义拳。OK， 真的好专业。我说真的，如果我这样被喊，我整个会
很荣誉哎，你看大家大喊我名字，对呀，对不对？而且对他真的是高度的赞扬哎，对不对？怎么样？你这个脸，你不觉得吗？是啊，它是一种力量啊，是一种力量，那你感受到球迷的支持，这样是，我会觉得很感动哎，而且全部人都一直喊你的名字哎，有什么样的机会可以全部人一起喊你名字？真的是就只有在那个时候，对不对？对。但师母，我们的阿凯表情没有很认同的感觉。因为他之前也有当经纪人，所以他很了解所有的球员的一个他想什么这样。好，那内幕下次邀发你来特别讲内幕，好不好？下次我们特别讲内幕。我们现场啊，我们还是有一些先保留一下。你看我们这么的热血，我们就回到我们的过去好不好？2004年在雅典奥运的时候，听说你也是这么热血去，还带了鼓去。哦，对啊，因为那年其实是徐生明总教练他带中华队，对啊，那时候我们那时候大学吧，然后我想说，那时候去到雅典，我说，没有人要去雅典的，我还特地去问那个导游说，你们这个加油团有没有带什么东西啊？他说没有，雅典很远呐，没有东西，你要带东西吗？我说，我准备，然后就推了一个鼓去机场，我就直接推了一个鼓这样子。这么多大鼓这么大？就差不多就这么大吧。然后推去就是因为我们那一年去雅典的人不多这样子，然后大家看到就哇英雄哇，连这东西都带来机场，有够厉害这样子。然后真的很热血耶。对啊，然后我们上了飞机到了之后，第一场中华队比赛吧，我们就推着那个鼓，就帮忙，就推着鼓，然后就绑那个头巾，然后去球场。怎么我听得都好热血？然后嘞？没有，然后那个入口他就不让我们进去啊。你当场有傻眼吗？我傻眼啊，因为那个鼓真的很大，然后而且还托运，有没有？还托运？对啊，我还没有带行李我整个行李就那个鼓，然后我所有东西都去雅典买这样子。结果最后完全没用到。不行，因为他说那个是攻击，他会有攻击性的问题，对，因为鼓棒安全，对，会有鼓棒，所以你在国外，其实你鼓棒不能带进去，然后你旗子也不能带，挥旗，对你不能挥旗子，因为他那个就是旗杆，怕攻击，对，他因为没有出国过，他说没出国过，就不知道原来然后那么严格。大学生年纪轻轻的时候很热血，对，就要去做这件事。所以那一天嘛，所以阿凯就在外面就变成那个街头艺人，在外面敲。街头艺人差一点。庄真的很幽默，难怪他很贴心哈，真的心情不好的时候就打电话给你聊一下天。对，请打到这边。记得对，还有那个汇款专线，徐生明棒球运动发展协会。聊一下天，要捐一下钱才可以哦。就是捐钱是重点，不过聊天是附送，对不对？好，真挺黑暗永远真的好棒。我们说永晴呢，你是不是2004的雅典对你来说有一些特别的记忆？我的印象是，就是因为那个时候其实没有在特别专注看棒球，可是就印象很深，就是新闻就是有去播放到说徐总就是带着身体不太舒服的状态，可是为了国家代表，还是硬着出去这样子，所以那时候印象很深是雅典奥运，可是那一年的成绩也不是说到说很特别的好，可是他回来就是一肩扛起，就觉得。那个我是总教练，我扛了算，不要去怪我的球员这样子。我的就觉得好有弟兄们这样子，对，真的是这种感觉。对，因为那时候我们知道的不一定是全部。那师母在现场，师母可以跟我们分享，那一年其实徐总真挺黑，他不舒服，可是他还是撑着。对，应该是这么讲，因为他拿到的那个雅典奥运的入门票嘛，那所以那时候身体是很 OK 的，是很 OK， 是带到一半开始在集训的时候，才感觉已经有一点点不太一样。那时候我就带着他，我说一定要验血，结果才知道肾脏已经剩不到。我们以10的2颗肾脏来讲的话，它的并不是说坏死一个，还一个可以用，它不是，它是同时。结果那医生是评估说，那是因为压力导致，他的责任感太重，对，整个压力太大，所以他的包括一些作息，因为他等于是不太睡，他一直在模拟怎么去。雅典奥运他要怎么排选手？那因为那时候到雅典奥运好像还要再删掉2个选手回来，他那个压力很大，他舍不得起
小朋友就很爱。就是舍不得，对，舍不得孩子就这样，所以他那时候其实也跟体育署一直在沟通这一件事情，就是让他们到比赛完不要让孩子中途离开，那个是一件很残忍的事，所以他也很煎熬在那个部分。对，他最后还是决定，因为那是国家决定，不是他决定。其实他那时候是挽留说让他们一起，可是因为。很诸多的，因为这种东西带国家代表队不是你总教练说了算，因为要配合体育署这一边，还有国家的那个棒协这一边的，对，不是你说你要扛没有错，可是小朋友他们要回来的一个机票的那个，提前让他们回到台湾，因为雅典真的很远。是我的意思说，其实我说，即便是身体不适，但徐总还是决定他要跟大家一起。对，他那时候是当然这种东西是事后有被骂得很惨，但是我们是有苦难言，是，对，因为很多事情是，当你知道你的肾已经差不多不行的时候，我们也曾经是想说，已经要出发了，护照也都办了，那个时间点，如果你把这个总教练的那种硬件交出来的话，那其他的教练一定不愿意去扛这个责任，因为这一批的训练是你要去承受的，那没有人愿意去帮你承受。那我们也曾经试图去问过2个，就是跟他沟通说啊，如果现在我们是用假设性的，是说人家当然说。就一口气就，当然他们不知道徐总的身体状况，他们就说不要啊。那万一输的话，我回来在机场不就被丢鸡蛋？那我们就差不多心里有数。不会。那我们就跟上面沟通了一下，就说他们只知道说徐总可能身体不是很舒服，那我们就讲，你撑得住吗？徐总就说没有问题，所以就硬撑。我觉得徐总真的是硬撑哈，所以后来徐总其实回来的时候，我是听师母的故事，就是徐总波米回到台湾的时候，其实一到门口，师母去接徐总，然后就去医院，直接整个瘫下，他是就是手在我的肩膀上，因为印象很深，手在肩膀上，我就对讲机，因为有一个教练他在新加坡打给我，他就跟我讲说，妈妈。我可能撑不到台湾，孩子就麻烦你，我的父母亲要麻烦你。结果就开始哽咽，我就知道他哭了。那我就说，你现在把电话挂断，你先保存一点体力。他在新加坡他就开始打，那时候的队医跟在旁边，那队医就说师母，徐总有一点瘫软，我就说没关系，你电话挂断，先帮他那个。那回到台湾的时候，我就看到。因为在记者是一路这样跟，我就觉得他脸色已经不对了，所以我就台湾有教练看到就说，师母我去机场接徐总，我说好，麻烦你。他也不知道徐总发生什么事，我们都没有对外讲，他就去直接就把他载回来。载回来的时候，他按门铃告诉我说，妈妈我到了。我说我知道，你不要上来，我下去。结果下去的时候，他看到我眼泪是啪这样子，手撑在我的肩膀上面，他说我撑不住，他就整个抱着我这样子，我就请教练说，等一下我去把车子开上来。然后我去把地下室把车开上来的时候，我那时候眼泪都来不及掉，因为我觉得我不能掉，所以我门一开，请教练把它弄到。对，我觉得你看到师母分享，这就是徐总的精神，这也是为什么这个10年是延续徐总这样的一个精神跟态度哈。那我感兴趣朋友的分享，还有很好多个故事，大家先聊下，你等下再来讲。因为老大家咧分享嘅係新年嘅初3到初6度高雄咧，你有提示嘅起生命嘅拉球嘅比賽，分享大家共下來參加哈，所以真的太開心了。就是我就說啊，我們這麼熱鬧，這時間怎麼夠呢？我們這麼多題目都沒有辦法好好聊，是不是？不過呢，
我们很多题目都舍弃了，不够按钮就快问快答，我们有点舍不得。对，因为我们想要知道一下大家的内心世界。不过我们有简化这个题目。我们现在这个游戏的逢色按钮哦，我就会哪会讲哈嘎发，我会说一想到什么我会讲啊，你就想到你们就想到什么，然后你们一起回答。这个不是默契大考验，所以不用讲一样，只是想知道大家会讲出什么而已，好不好？其实这就是我们很坏心呐，好不好？我们从第一题开始，总要有某问题哈，没问题哈，没问题，没问题。好哦，第一题，一想到牙 Q， 你就被想到徐胜明杯。哎呦，你看太激烈了，徐胜明杯。你们刚刚都有讲对不对？因为这个题目跟答案一样的。对，你刚刚有讲吗？有。他刚刚有吓到，他刚刚讲被你们吓到，太吓到，但是我就讲。刚有时候那么激动吗？我以为是要抢答，你知道吗？很快。阿凯是被总很吓到。好，听一点，大家一样哎。好，来，好哦。第二题，一想到大头苗你就想到大头苗是第一名，一想到大头苗你就想到，一想到第一名，你们想到？桃园龟山，第一名。中安是不是？我真的是有桃园桃园龟山，这个没有什么标准答案，这就是好玩的。中安，你是他心目中第一名。我们两个都一样，英雄惜英雄，英雄惜英雄。哎，师母，难怪你跟中安在一起会很欢乐，他真的好可爱哦。好啦，一想到迷农，你就想到客家板条。我也说直山。哎呀，你说什么？客家板条哎，胡萝卜。我说直山。对，所以直山，对不对？时间到，我肚子饿了。没错，萝卜肉配做的，你想要板条是不是？板肚皮耶。我们两个是直伞。好哦，好啦，我觉得这个蛮好玩的哈。来，再来哦，1、2、3，一想到85，徐胜明。好了。算你们厉害，差点不要那个大楼讲出来。要是错了，我们就不会做这了嘞。哦，真的，你看，我要说是不是默契大考，也有一点默契大考验。不过大家都好可爱哦，这就是给们给们，就是快问快答这样，快问快答。不过下次你们再有机会来，我就要针对个人设计问题。不能今天这一种，对，好。不过你是不是想说，没有像刚刚的问题哦，我跟师母就是艺术家，他们两个就是美食家，是不是？这个是他好坏哦，对，他说我们两个就想到直伞，他们两个就想要吃，对，他很务实嘛，很民生。好，我觉得给木尼请大家来，其实还有很重要跟大家分享，就是说，其实这次阿凯这边有特别推那个运动科学。哦，运科小学堂，对，运科小学堂，这个特别要讲一下，因为之前都没有聊到哦。许胜明杯这次就是主要不一样的是，我们有特别设计一个运科小学堂在整个就是棒球教室里面，因为其实针对这几年台湾一直在流行就是运动科学的发展，所以其实对于小朋友们会希望说，他透过运动科学，他不要去跟就是大人一样，就是我的球可以丢多快，我们不做这种，我们不希望他们这样子。我们希望他透过运动科学去知道说，他们的身体如果真的有状况、有问题的时候，他们要懂得去反应。那他们也要知道他们身体怎么样叫出问题。对，有些人他可能投球啊，或是打击，在练习的时候他不知道他自己的身体超过负荷，那小朋友就会一直撑。可是我们会希望透过运科小学堂，让大家可以更了解自己的身体，跟自己的承受度，然后避免就让他们就是在有状况的时候可以跟教练说这样子。我觉得这好重要，对不对？要不然你受伤了，其实你可不可以接下来都不能打了？没错，你那时候硬撑只是短期的，可是事实上我们体蒙给重体给，对，所以你要对自己了解。我觉得台湾这个真的是从小就要开始让孩子知道。对不对？很重要。不然很多球员到后来，之前访问过泰山也是，他说他的大腿，对他现在，对呀，那个就是一个很严重的伤害。哦，对，所以这次真的很重要。中安这边呢，是不是有一些理念想跟大家分享一下？因为徐胜明杯这个赛事来讲，主要在回馈基层。对。那当然就是一开始也从美农开始。那其实经过了10年，那其实也在职棒场上也可以看得到，就是美农小朋友，就是以前徐总指导的学生，也进到了这个职棒里面。对。那其实这个主要我们的协会的宗旨就是希望大家能够10年有成嘛，传承回馈，这个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因为秉持着徐总的精神，
那能够未来的就是推动基层的棒球运动之外，也让我们的这些运动的选手，能够有更不一样的发展，不管他是不是走职棒这条路，好，刚刚其实这次有带到了一个运科小学堂，因为其实棒球产业里面有很多，他可以担任运动伤害防护员，他可以走运动科学，他可以担任教练，主播、记者等等，这些都是一个棒球产业里面的。我们不希望就只有小朋友只有在竞技上面、棒球上面，真的，对，这其实也是理事长这边一直要持续传承的东西，包含是未来可能也有营养师也有可能，因为我们都在推动，有可能，对，运动就是有医疗、运动医疗，然后包含都是营养师这些。真的，我觉得不是真的，我们以前很古时候很古板的想法，好像就是它就只是运动单一事件，或者是以前感觉上以前啦，我说以前很刻板的印象，会觉得好像不知道未来要做什么，或者是反正我不喜欢念书，我就去打球。现在其实不是，它其实我们要把它变得更周延，对，它是一个更完整的，而且它是一个长期的，它会让你成为你的整个生涯、职涯里面都可以进行的一个。的一个过程，从基础一直到后来，而不是只是在运动场上表现技能，跟我要赢球赛这件事情。对，好，我们跟大家分享一下，我们这一次要再跟大家宣传一下，我们这一次其实有电视转播。是的，对，12月12月6号呢，在11点半，我们有季电军的一个比赛，网路播的比赛。那在1点半是冠亚军的最刺激的最直播的一个电视转播，对，所以欢迎大家。对，係講你家鄉親朋友係講，你只是你帶到高雄啊，你有機會有改變，我們就到現場去加油，對不對？係講你只是冇擺到去，我們就看電視。我們以前手的客家電視台，對，我們就學着他們那應該加油棒強下好口號。其實運動都該之前讓大家分享哈，咁講希望講你有啲技術的技巧，你該起生命安用改下 Q 改比賽。其實還有好多題目想跟師母聊，比如講今年也有國外的球員要來，講冇機會。對，我們還會有機會來做訪問，再來了解。對，所以希望鄉親朋友看今年嘅天是強榮，持到動熱情，強下落去參加哈，感謝大家，謝謝。好，今年下落嚟，邀請你所有嘅鄉親朋友強下嚟做論壇了。仲係福喜樂呢個所有嘅朋友會記得去到福喜樂呢個面書傾站，還有聽嘅你客家電視嘅 YouTube 頻道，讓你嘅影片呢分享出去哦，感謝大家。